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为促到过山关系镇2日会视察的问题，新中央政府争取开118线关系外环道路，一条路民国84年路规划好的，88年6月底完成边境关系都市计划案，也多年来由南越中央省发强道路内通建设计划，同新中央政府101年度主要施政计划。一条路规划有3420米工程长，30工程法，会花13亿5千万元。环评案去年底未有条件通过的，等内政部审查通过证书计划书，一个6月的路会发包起工的。不过，采体嘅米利中环保联盟讲，冇必要开外环道，同时也路线直接对8年来路主公开垦的良田破坏过。关系北京当中的文池沿条南口透热一道建设也会受到破坏，冲击的唔单止係文化環境，也會影響關係發展觀光嘅資源。客家嘅小學生找先生嘅指揮，日高態度，東岸國小頭前嘅中山東路係關係交流道，來起推上前嘅主要態路之一。像刚刚这样放学，很多游览车，车流量是蛮多的。我哋都係進度差，我看，蠻多車的啦。跟大家差還是還好啦。查個少掉對小朋友嘅安全很難做保障，為咗降低社區車流量，減少車差，關係就會開住條外寬路，在地提供人氣議論。呀，外環道嘅批件係一隻關係鎮一隻開嘅事情。關係鎮係咪要按台嘅電下，開一個公式拿出來，冇再點點唔講話，你再點點冇人知你愛乜嘅啊？2日為到外寬路爭議來到軍工所，關係20家裡除了這個里中身體唔調和，但人冇來，其他20家裡嘅里中就前來的。放電人啊，要得讀書啦，學習啊，經過一隻建設。會破壞到關係嘅生態。但你眼頭睇住講，所有建設有哪一隻建設唔會破壞關係嘅生態？軍中的推薦講到後爛破敗，推下實係點索索嘅，氣氛有些奇怪。所以你講，基本做嘛太簡啦，表示啊，佢哋面前呢，基本2個人全部會贊成嘅，你知道？贊成嘅外環道而批准，贊成啊，冇人講。因為人家白人站就喊白人這些，台灣成才發展，所以一天啊有路，冇路絕對冇發展啦。都剛發展起來，你要想哦，19日本而批人唱這個你冇機會咧。我哋天然法、人然法咁樣錄料、錄色啊，全部開得，我冇法講啊！啊，仍然咪存入百萬啊！佢為到關係冇必開做唔得，我必開。軍中台上講，土地為本應接受嘅地主，未係放棄土地，老於是落實嘅產業，來尋求大路開發。不過，這條路唔單止係聯繫 A、B 兩地，安泰嘅工廠包含土地問題、路線設計、生態文化讓民眾生活嘅影響了了，設計嘅層面動發。喺那40號，也後悔喺可能動到為上。118線關係外環路工廠，民國84年就已經規劃好，期間路線經過夾擺調整，最尾考題起點地農廢線草加工廠順頭，經過北山里、南山里、東港里，歸路到東港國小府區，留推深線接起來，總長3410公尺。發30公尺，係那寬平案未嚟9年代有條件通過。不過關係嘅車差問題，到底就經驗出腦，而你隨機方面嚟證明。下班的時段都很容易那個塞車啦，就4、5點左右的時候都會，對，差不多這樣。啊，假日的時候有更嚴重嗎？假日的話不會，假日早上都是人家來市場買菜，是不會塞車啦，可是車流量還蠻大的，假日會比較忙。所以這樣子的那個塞車狀況，你可以接受嗎？我覺得是還好，沒有說到塞得不能動啦。
对车厂打实讲上好向上，不过宽频数控关系军台路服务水准，礼拜2日台铁系 A 到 B 之间顺畅长途，为宽路快力过后，从后面台铁向上，按样快路的必要性都难呢。事实上，我们也有经过请委托专业顾问公司有做调查了哈。事实上也不是说就是 A 级的程度，尤其到假日的时候，好那个车潮的话是真的是蛮多的哈。只有交流道那边在礼拜天下午，好是 C 级，就是说稍微拥塞哈。那另外环评说他去市场那个地方有一个 C 级，跟市场只有省头跟当然是交通拥塞，而且市场那边老外环道完全没有关系。为所嘅差標，公為寬路嘅起點站係地高流頭，電動係地高流頭，678工廠安然嘅線草加工廠順頭，定為寬路做好過後，歸路嘅很久沒曬，流閘搶風地。可你想，外環道作為快速引導車流通過，你一定要按到紅綠燈，表示講你跟很多農路、鄉路交匯嘛，哈。所以按用外環道，它的速限50公里，速度也不快。常常有在测试那个路沙鳳山海彎流過關係，行為寬路就會跨着鳳山海西擺，為先做時草橋，嗰架半大嘅深草，南擺短嘅3公里，除為住7草橋。見面之後，風彩旅嘅世界，橋段會讓向水流進行再前。這草橋是水該位，好該片上。是在坡下高，很看那條綠色的稻田，是按我比坡高去，好，還有坡東那位，該按到南山梯橋，哈，該條梯橋下坡要做我加做草橋，上擺不風采，哈，上擺不風采，該只牆石綠燈該通過嘅順係，是任水任槍的。講下看得到這樣嘅天然景色，了解係關係最配嘅好白片上，唔過每寬路隨對東岸破壞過。破壞了鄉土，破壞了總共嘅100年來對安尼關係嘅河山河水嘅破壞，一條嘅路會殺落去啊，會恢復冇可能嘅啦。為到快路，讓政府為居住嘅土地提供貢獻，還其中大部分係農業地。其實我們政府它要蓋路的原則，要道路預定地，或是公園預定地，或是國有地、公有地。哈，不過兩條外環道180筆的土地，其中153筆的土地係10年的土地，大部分就係特殊農業區，老街山坡保育地。都繼續講吧，係其政府嘅範圍，也係外環道嘅中心點，也會做嘅磅孔，差唔多會7米高，哦，嘅對岸去也會大概1天噸15米，也會大概差不多變計價嘅15米，總共政府30米。豐富特別山里快田內住200年，熱做熱血，個人點前嘅田種生飯。唔過禮拜700兩片嘅田，600片嘅山，將每半年轉數起快路，除連副歌咪差唔多每半年長。係啊，你出來車來啊，農會先做工廠得個當擺，啊你全部提出嚟咧，我哋只見講係個廠都一啲啲係咩問題，你我哋只見啊，我哋房見啊。人家偏就愛聽呀，熟呆了，人家面前就堵呢啦，都是啊。所以人不差唔多會搶了呀。搶。春節安冬夜，可能經驗出快工，反對嘅見面，3月底上北道立站嘅春節。反對關係外環道，反對關係外環道，浪費公帑，浪費公帑，黑箱作業。黑箱作業，快樂路啊，是想一條天然的破壞嗰啲最好嘅水田風景，嗰啲祖先辛苦開出來嘅良田一旦被破壞，就侵難烽煙。10幾年前就有公布，就是要做，但是我們一直不清楚這條路線怎麼走。當我們小的時候，等於
就是环评已经出来了。新竹县政府所举办的环评会议已经有条件通过，但是这个事情非常像我们熟悉的美丽湾开发案一样。关系的建设已经停滞了10-20年了哈，那人口也一直在下降当中哈，也希望有一个新的建设来哈，新辟条湾道哈，那带动一个新的聚落的一个发展。这条路它的旁边是农田，是河川的行水区，以后怎么样变更使用呢？可以盖工厂吗？可以当住家吗？他们现在的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最美的世外桃源。该路况的点么么少，人家就没听你台路快通就睇。你俩关系哦是小地方啦哈，是讲你下吼是讲走外环道哈，你俩都有人啊外客啊哈，冇办法到来关系啦。是讲对该走胜利来讲吼，请差请多安样样啦。车阵的人潮，我们希望把它留下来，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是瘟神一样赶他们走。如果说车子要不进来，很简单啦，只要入口那边把路封起来，车子就不会进来了，不需要花到这么多钱啦。新东以上来关系，你啊，我你是要拆车嘛？你这车每来关系啊，人外环他走的嘛，你走的自然你关系我行那当然啦。关心为宽路工厂係新竹縣政府提出咗用時間追溯嘅案呢，包含用提追溯老工廠賺3公里啦，總經費為13.5億元，平均一工廠為40萬元。對照兩下嘅交通流量，從而冇乜合乎成本效益。不過針對兩件為10個億，專種講解關係歷史犯罪睇嘅規範案，當到嘅向前，從而唔係當清楚。你哋講關係為協調為環頭嗎？对，我是知道了，可是详细情况我是没有很清楚，是到底是要开在哪里，或者是会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啊？回宽路10個20年前從設定規劃，而去到民國98年，將本公路總橋南面3發線頭路交通內圖6年計劃，將主力經費撥出6.6億元，其他係中央政府勞工所有負擔。不過過嚟10個年，關係係咪還是繞兩條路呢？大家好好研究。不過無論係中央亦係地方政府，都唔想去搞思考，認為冇嚟10個年，還能中央每次負責本錢停停。因為它是屬於地方道路，所以我們中央機關我們是負責補助，那所有的一些用地取得。細部設計、規劃啊、環評等等，這是由地方機關他們自己去辦理，不是屬於中央機關的一個權責。難道那個中央就是撥錢就算了？他們有做到好好的監督我們納稅人的血汗錢的這個動作嗎？有。環保聯盟社提出提推方案，建議對龜頭3號落推3線交叉維修，先增加住條交流道，唔單搶上車，要做得直接落叉流帶到龜頭3號去。如果個公橋飛展，兩隻方案嘅交流道，落關係交流道2.2公里，應合乎駕駛規定。呢下個天降罰下來咧，除咗人政府上冇用打賞，推翻成隻家庭橋梁要全面規劃，咩講那度先冇用總的。左轉。雖然關係交流道下來，其實佢也係推3線，為3發做薯片。左轉。不過為寬路開通過後，可能因為大住咗太會。路可能要為帶來文明，應該路可能係關係戒毒啊，關係戒毒該就唔按實差。我們要發展，去考慮文化部分的發展，唔係講路口也還是會發展。20年前，大家鄉親都希望由下呢片嘅交通，就做啲大量發展。也係當當嘅想嘅係發展係乜嘅，為到呢片，你為犧牲乜嘅，咁得的，也都是在討論。順寧路行港前，人家腳步係太難前進，也係後退。路唔會轉彎，不過人類嘅思考模式就得變。重新計算中，右轉。